各位觀眾朋友好，小楊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啱啱過去幾日假期，大批香港人選擇北上消費，食好西，買靚嘢，開開心心過關。不過近期好多粉絲同我反映，身邊有朋友唔好彩中咗街頭騙局，輕則唔見幾百蚊，重則俾人呃走幾千蚊，成個旅程心情玩到好差。今日就同大家徹底拆解深圳最新嘅7大街頭騙術，全部專門針對北上港人，包括最新型嘅電話卡騙案、免費擦鞋黨呢類極常見手法，好多人稍為冇留神就落碟。我會逐個拆解每個騙局嘅具體套路，引用真實個案，再俾出最實用嘅避坑方法，等大家做個精明旅遊達人，開心過關，安全返港。第一個要講嘅係最新出現嘅電話卡騙案，關口一帶重災區羅湖、福田口岸周邊特別多，騙徒一眼就認出港人，專揀啱啱過關嘅朋友落手，成個手法極度隱蔽。一開口就話香港手機卡喺內地信號接收差嘅，主動話免費幫你檢測信號，或者叫你辦張內地臨時電話卡，標價19蚊包月，話好劃算。好多港人真係覺得信號差會影響通訊，於是信以為真。跟住騙徒就話需要宣傳話費綁定套餐，或者簽一份簡單協議，實際上係強行綁定幾年期合約，要你一次過交幾百甚至上千蚊月存款，唔交就唔俾走，仲嚇你話違約要罰款。有的更加陰森，話幫你免費升級電話卡，開通內地流量，拎走你部手機偷偷操作，實際上係綁定咗陌生人賬戶，甚至盜取你嘅支付工具資料，後續就會發現戶口不停被扣錢。之前就有港人喺福田口岸中招，淨係辦張電話卡就無端端俾咗720蚊，後來先知道呢啲根本係非官方代理，正規電信公司絕對唔會喺街頭咁樣硬銷，更加唔會強制綁約。防騙要訣好簡單，辦電話卡開通流量包一定要去官方營業廳，或者直接喺手機線上辦理。喺口岸周邊主動賣新推銷電話卡嘅，一律搖頭行開，一秒都唔好停。第二個騙局係免費擦鞋黨，羅湖商業城同關口步行街最密集，呢仲算係老牌騙術，但年復年都有人中伏，尤其中意着靚皮鞋、波鞋嘅港人最容易出事。騙徒通常2-3個人一組，喺人流多嘅街頭蹲點，你一經過就低身直接擦你隻鞋，一邊擦一邊話免費清潔，試下唔使錢。你以為遇到好心人，其實佢哋只係擦一隻鞋做你，擦完即刻攞出的劣質鞋油，話頭先用嘅係專業鞋油，要收120蚊3支，完全係強買強賣。你話唔想要，佢哋就圍住你，話已經幫你擦咗，一定要買，唔買唔俾走。好多人嫌麻煩，費事糾纏，焗住俾錢，但你的鞋油上網買都係9蚊人紙一支，成本近乎零，純粹食住港人怕事同愛面子心理。避坑方法就係一見到有人想踎低幫你擦鞋，即刻退後大步走，直接大聲話唔使，千祈唔好猶豫，絕對唔好俾佢掂到你隻鞋。第三個係手機碰瓷黨，地鐵出入口、商場門口、揸路窄巷最常出現。呢招極陰森，專揀邊行邊玩手機、單獨出行嘅港人落手。騙徒會刻意挨近你，趁你唔為意輕輕撞你一下，隨即將自己預先整定嘅瑞芒度手機掟落地，大聲益話你撞跌佢部手機，熒幕爛晒要賠錢。同一時間同伙即刻圍埋嚟，話要帶你去指定維修店報價，維修費動輒幾千蚊，話係名牌手機，唔賠就報警恐嚇你。好多港人喺內地人生路唔熟，怕麻煩有驚影響行程，就乖乖俾錢。事實上部手機本身一早爛咗，純粹係碰瓷道具。防坑秘訣係北上行路時少玩手機，有人故意撞你唔使驚，直接提出報警打110，騙徒一聽到報警多數即刻散水，千祈唔好私了賠錢。第四個係街頭抽獎黨，商場外圍、地鐵站出口經常見到專呃貪心嘅人，成個局就係利用人嘅貪念，一試就中招。檔口擺個攤話免費抽獎，獎品有手機、平板、現金，標榜100%中獎，中咗就可以免費拎走。你一抽9成9中1等獎或者2等獎，跟住檔主就話要交手續費、稅金、會費幾百到幾千不等，交完先攞到獎品。
實際上的獎品全部係劣質山寨貨，根本唔值錢。你交完錢，佢哋又話獎品冇貨，或者直接走佬，想退錢門都冇。專揀港人落手就係覺得你哋趕時間，唔會計較太多。被坑口訣係街頭免費抽獎，數碼抽獎一律唔參加，天下冇免費午餐，貪小便宜一定吃大虧。第五個係假慈悲捐款黨，景點步行街一帶出門扮可憐博同情。呢招專攻人嘅善心，好多香港人心地好，一唔留神就中招。騙徒扮成殘疾人士、失學兒童家長，遇到困難嘅旅客攞住捐款箱話要籌錢醫病、讀書或者籌路費，見到港人就主動攔截博同情。好多人覺得幾十蚊唔多就捐咗，但呢啲全部係職業騙徒，日日靠呢行揾食，捐款箱入面的錢全部落自己袋。更有啲過分嘅會強行拉住你，話捐少少幫忙，唔捐唔俾走，道德綁架。防坑方法係想做善事，一定要經正規慈善機構，街頭隨便攔人捐款嘅一律唔好理，善心唔應該俾騙徒濫用。第六個係換錢騙局，好多港人北上需要兌換人民幣，就喺呢度中招。關口周邊有大量無牌找換店或者街頭私人兌換，標榜匯率比銀行高，免手續費，你貪方便就去搶錢。實際手法係用假鈔或者掃錢時偷偷抽走幾張，有的會話先轉賬，到賬再俾現金，你轉完錢佢哋就話未收到，其實係偽造到賬提醒，的錢根本冇入過戶口。之前有港人唱5000蚊港幣，結果收到一半假鈔，想反轉頭理論對方已經影都冇。被坑要訣係換錢一定要去銀行、正規找換店或者用支付寶、微信實時匯率兌換，街頭私人兌換同黑店絕對唔好幫襯。第七個係免費體驗送禮騙局，呢個專門針對女士，好多港女唔較易中招。街頭有人攔你話免費體驗美容、美甲、理髮或者新店開張送禮品，你跟住入去之後，店員就不停硬銷產品，話免費體驗，只包最基本項目，想做好的就要加錢，動輒幾千蚊。你話唔做，佢哋就話已經用咗產品，一定要買，強制消費。好多人被困喺鋪頭入面，唔買唔俾走，最後焗住俾錢食到喊。防坑方法係街頭免費體驗，送禮品一律拒絕，唔好同陌生人去陌生店鋪，要消費就去正規連鎖店。拆解完7大騙局，最後同大家總結幾句北上防騙核心口訣，記住幾點就唔會中伏，唔搭訕，唔貪心，唔私了，遇騙立即報警110。港人北上消費本來係開心事，唔好俾呢啲小騙徒影響心情。深圳絕大部分地方都好安全，只要提高警覺，唔理街頭陌生搭訕，唔貪小便宜，遇到問題直接報警就可以開開心心出行，做個精明旅遊達人。如果身邊有朋友準備北上，記得轉發俾佢哋睇，避免中招。大家仲有冇遇過其他騙局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再幫大家拆解避坑。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希望內容幫到手，下期再見。